宜兰的南方澳渔港最近互人发现到港边的人行步道有真侪灰台太路拢落落来，步道嘛拢凹起啊。民众对这个安全甲景观拢无人要管，即马所镇公所嘛已经答应讲会赶紧来改善。今日南方澳渔港就发现港边步道边仔种花的所在真侪太路拢落去，却无人处理，步道的楼梯嘛有破去。在地人认为讲，若继续安尼落去，恐惊有安全的问题。阶梯的部分啊，这个你不觉得很危险吗？这个有囡仔吼，要去遐过啊，咱慢慢会惊伊甲伊会受伤着。有民众认为讲，破去的花台甲步道，就伫渔港人丁上济所在，对南方澳渔港的形象是真重要。若无依护甲管理，会影响外界的看法。现在负责管理的苏澳镇公所去现场会勘，公所嘛伫现场放交通笋来监视。会勘的时阵，当地里长讲，花台清在去互乌白蛋粪扫，造成环境垃圾，希望爱赶紧重新整理。如果来把这个区块再重新整理、重新再美化一下，让游客进来有一个视觉上的良好的感觉，而且也有休闲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设计，然后呢，希望重新改造这个区域。苏澳镇公所表示，稍来会先甲落去的太路、甲步道破去的所在初步复原，再搁重新做规划、规个翻新，而且伫当地做景观座椅，互渔港会当较清气嘛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